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时间，我是自己带大家来运动，让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见面。今日大家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、腰臀、大腿嘅肌力训练，跟拉筋。鼓励大家要有喜乐嘅心来运动，能讲食多咯就要痛多咯，能可以一痛一后生，大家来运动哦。运动之前，你来做热身的动作。今日教大家行嘅明下来，用弹力带来做你的腰臀跟大腿的伸展。你明下来之后，你先将你的右脚伸起来，跟弹力带套到脚上。你行下你的踢的动作，你主要行嘅把呢，膝头后背嘅肌群，一直到腰压上，腰背骨压上拢放喺度。你行下你踢嘅角度，你可以试压上停下来，大口嘅呼吸。好，你慢慢的右脚向右边倒下去，左脚伸出。刚刚你的大腿有绑到紧，好，你的脚再慢慢的转到左边，一下我会感受到你腰臀压上跟大腿的外侧有绑到紧的感觉。好，你再慢慢的转过来。弯脚，相同你行嘅踢嘅角度，帮你膝头后背嘅一条筋，跟腰臀嘅部分。你左腳慢慢嘅放下來，右腳伸出。再慢慢的转到右边，平常係有腰骨酸痛嘅人，就會適合嚟做你嘅暖身動作哦。你係安尼靜靜嘅暖身動作，大家學起來冇？接下來，我帶大家來做你哋超慢跑嘅訓練。喺假使講冇辦法見可以同起來安尼跑步嘅做人，安尼希望就會先坐喺頂行，坐頂行安尼訓練安尼腿嘅力量，訓練下嚟安尼讓來慢慢嚟，一步一步來運動。好，安尼坐喺頂行嘅時間，安尼你腳壓起來，你就會訓練壓大腿嘅力量。安尼我走起來，壓大腿就要有力量。而有力量，那有辦法慢慢的同起來，所以你的大腿真蠻重要。你像我哋壓起來時間，最重要係壓你的肌耐力，去訓練壓的肌耐力。壓起來時間，安尼相當講體力時間，你行訓練壓肌力。所以講安尼壓起來啲動作，唔管安尼踢也係安尼壓門、撐門，這是對安尼你的大腿的肌肉都有幫助。安尼一隻腳壓係可以壓另外一隻腳。你平常喺剛剛講唔想去跑步，但是唔壓腳長時無力的人，那就會建議一開始你就來訓練你大腿的力量。你坐到頂行看電視時間，你就可以坐到頂行先訓練你腳的力量。好，你腳的力量慢慢嚟有力量嘅，你那開始慢慢嚟走。你就一開始唔是夾，就慢慢嚟手可以動，腳可以動，慢慢嚟動起來，讓你的身體。你的律動慢慢嚟練起來，唔就你慢慢嚟走，同一道算一道。唔係剛剛講魔鬼聽啊吼，之後你的運動的旋律就開始
加热来的时间，就可以慢慢的越走越强，慢慢的就可以越走越强。但是重点，安尼超慢跑的重点就是唔可以喘，唔可以停，唔可以开，唔可以旋通，你手行安尼重点。你假使讲唔喺你喺过程当中，唔会刚刚讲唔会站慢喘，唔会有拉的旋通，就代表安尼同行嘅梦唔错嘅，所以你就会慢慢的过来，安尼从越慢越好的方式安尼通，就从来见安尼越通，唔可以喘，唔可以开的方式。安尼慢慢安尼通，慢慢安尼通，假使讲右脚较有力量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撑稳定的，安尼放起来，撑稳定的，安尼数板稳定的，数板稳定的时间，安尼就可以慢慢的走起来，慢慢的走起来。我伊个方向，帮大家看得较清楚一些。像安尼板稳定的，数一天板稳定的哦。咁我有啲人行路就冇麻烦的，撑稳之后呢，就慢慢的来走，慢慢的来走。同一度算一度，同一度算一度。所以安尼伊慢慢来走时间，嗰度从中风的人，原本身也喺平衡从冇安好时间，然就会先板稳东西，像安尼板稳东西。慢慢来走起来。像有啲人啊，伊假使讲伊无办法走时间，伊嘛可以安尼搬稳东西来踏步，嘛系做得咯，嘛系做得。由于安尼个多年咯，拢系从你哋踏步开始嘅，就安尼慢慢来踏步开始。唔过伊安尼慢慢的习惯咧，伊越踏就越多次，慢慢的越踏越多次，伊就慢慢的可以小碎步停稳走起来。假使讲，唔系有力量可以正常的跑步的时间，就可以是在瑜伽垫当中，唔是做行，係是瑜伽垫当中，唔只要做慢，你就可以慢慢的来走起来。体点来介绍，安尼你超慢跑就会有一个节奏。第二条你的节奏呢，就会落在我的右脚。请大家向下来走起来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好，安尼去走的时间，重点就系从我头头安尼走，我可以隐含你的数字。好，我去走的时间，唔会刚刚讲站慢喘，唔会刚刚讲站慢喘。所以讲，我你的速度，七架就会配合你的速度。那有办法讲呢？因走的时间唔会喘。你去走的时间，重点就会按你这个脚尖要先着地，脚尖要先着地，你就慢慢的、慢慢的通。所以那有办法讲，因走侬唔会喘。你假使讲你有办法企起来，你就唔好错到，你就企起来，你就板稳等呢，也板稳慢个东西，牢固的东西侬做得。唔板稳，一开始从踏步嘛做得，慢慢来踏步，慢慢来踏步，一下一下来踏步，让脚的力气就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你希望咪咪按就停稳先上来，来向下来运动，让自家可以走起来。运动之后，我们要做缓和运动，接下来要教大家来做胸椎的运转、拉筋，吸气双手上，
吐气时节转右边，吸气双手上，吐气转左边。一边可以比一边看绑卡多一些。吸气双手上，吐气手下。接下来会教大家用按摩球来放松俺们的腰部跟臀部，俺们先坐下来之后，再慢慢的抿下来。俺们抿下来之后，俺们干那的球诶，放在俺们的腰部后背。好，慢慢的抿下来，去扛一粒球诶。俺们呢，一只脚可以先伸出，去感受到这个球诶，去压我们腰部的肌群。俺们一个地方空3到5秒就好诶。好，俺们一下再加以放到臀部的肌群，慢慢的下去扛。你扛你的臀部的肌群时间，俺们的脚可以按来打开来，用压力的力量可以扛得较多一些。好，慢慢的鼓来。俺们将球会放到另外一边，好，左脚慢慢的伸出，俺们用身体的力量去慢慢的扛球的。好，再放在臀部的肌群。慢慢的去扛，好，我们慢慢的放起来。头头教的运动，大家有学起来冇？第二天要停线上来做新的动作。接下来，我先带大家来做坐在凳上来拉筋的动作。俺们先将俺们的右脚伸出来，俺们坐较前面一些。俺们右脚伸出，好，手放俺们的左脚当中。俺们吸气的时间，本能伸出，吐气俺们慢慢来弯下来。俺们刚刚讲俺们的小腿。松来大腿到腰臀的地方，拢有帮到筋的感觉。好，你慢慢的放起来哦，慢慢放起来。俺们弯脚，左脚伸出去，吸气本能出出，吐气慢慢的弯下来。相同的慢慢的感受。俺们筋体有帮到的感觉。好，不用听说，慢慢放起来。俺们的右脚再慢慢的伸出去，吸气，吐气。俺们一摆可以比一摆。慢加一些些，俺们尽量不用轻松哦。好，来慢慢的放起来，俺们弯脚，左脚伸出去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弯下来。相同一摆可以加慢一些些。
好，你慢慢的放起来。你咧行啊，你坐等你行拉筋的动作。你假使讲你开始这个时间你脚行的这么狠的，好，你就可以先绑一下，让你的脚会更放松来，之后唔拿来运动，安尼係較安全咯。好，接下來我會帶大家起來運動。安尼第一條一隻手板穩定的，安尼呢右腳跟左腳會壓起來，好，會壓起來，壓手一定會板穩定的。不用下來時間，好，唔好對倒梯哦。不用下來時間，你盡量嘛係插門。安尼第二條一下做10下，一邊做10下。安尼你右腳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安尼穩腳哦，穩左腳，好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。安尼一下出來超慢跑哦，好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。運動之後，我哋要做混合運動，接下來要教大家來做上椎嘅旋轉拉筋。吸氣，雙手上，吐氣時間轉右邊。吸氣，雙手上，吐氣轉左邊。
一片可以比一片较放较多一些。吸气，双手上，吐气，手下。接下来会教大家用按摩球来放松安尼的腰部跟臀部，安尼先坐下来之后，再慢慢的抿下来。安尼抿下来之后，安尼简单的球诶，放在安尼的腰部后边。好，慢慢的抿下来，去扛一粒球诶。安尼呢，一只脚可以先伸出，去感受到这个球诶去压我们腰部的肌群。安尼一个地方空3到5秒就好诶。好，安尼一下再加以放到臀部的肌群，慢慢的下去扛。伫个扛咧咧臀部的肌群时间，安尼咧脚可以安尼打开来，用压力的力量可以扛得较多一些。好，慢慢的鼓来。安尼将球会放到另外一片，好，左脚慢慢的伸出，安尼用身体的力量去慢慢的扛球诶。好，再放在臀部的肌群。慢慢的去扛，好，你慢慢的放起来。今天的课程大家有学习了吗？鼓励大家每日不管行的10分钟，也是20分钟，安尼弄来运动，安尼常讲，安尼宁愿是瑜伽垫当个运动来流汗，莫是一样行的平常当个流沫子，安尼要有喜乐的心来运动，听通，安尼下次见。